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云林县的虎尾分局的警察昨入到台中的清水，要掠一个通缉犯。警方甲通缉犯的车动落来，小队长落车要去掠人，无想到讲对方驶车弄过来，造成小队长受伤，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也毋过这通缉犯佮驶车绕跑路，警方无前佮会掠人。救护车赶到急诊室，伤者虽然意识清楚，毋过用手剃头，感觉是真痛。伊就是伫云林虎尾警分局侦察队的姓廖小队长，到院的时阵腰骨骨折，好在在生命现象稳定。病患的伤势主要集中在于腹部以及四肢的擦挫伤部分。到院时，病患是清楚的。经过我们一系列检查，发现说病患的一个下背部的部分，在腰椎的地方，第1节到第4节有骨折的状况。23中昼11点左右，云林警方华区办案，伫台中市的清水区5处之家，围捕一名牵涉枪炮案件涉过通缉犯，锁定行踪了后，伫这厂房出入口用警车阻挡去路。迄时阵，姓廖小队长要向前检查，煞被涉过嫌犯开车冲撞，弄到警车甲姓廖小队长，对人厂房铁门也弄歪去。歹徒进见我们这帮车那就冲撞那个铁门之后，那波及到我们分局的2台正帮车以及1名廖姓同仁受伤。云林警方表示，姓廖小队长目前伤势无甚要紧，毋过爱留院观察2-3天。另外，涉过嫌犯目前还在逃。台中云林的警方也用车入人，要全力将人解了到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万雄海洋公园的水族馆，有一个水池是开放给民众会当摸动物咯。也毋过顶礼拜有2个囡仔甲狗刷掠起来，弹来弹去，边仔游客是看甲真生气。海洋公园嘛先甲池仔关起来，看狗刷敢有着伤，嘛强调讲未来会加派一寡卡手来向游客说明。未来园区也会针对入园人数较多的时候去评估触摸池的建制的人数，那我们可能会多派一些现场管理的人员及解说人员，那让所有的游客都能够体验到，那也确保动生物的安全。海洋公园表示讲，开放给民众会当摸动物是参考国外水族馆的设计。18迄天，因为学生较侪，巡视的时有看到学生在耍狗刷，就先甲池仔关起来。未来来增加巡视，嘛来加强现场的说明，让游客会当正确来体验接触海洋生物。该看小琉球最近开放会当掠鱼咯，也毋过渔船出海定定拢会去拄着呛水的观光客，常常伫航道出现，是真危险，嘛互渔民真困扰。琉球区渔会就呼吁讲，主管机关应该赶紧来画出呛水的管制区域，才袂出问题。伊这若假伊，就分去啊，伤外也伤危险啦。伫小琉球畅水的游客，讲渔船作业被海域真晚，这嘛个拄好是掠鱼的季节，人讲渔船遮尔晚，渔民真担心。最近有一种鱼已经回游到这个区块，常常有渔船会在那一边上上下下这样子，而且他们也都没有什么标示，太危险。今天像今天有点浪的话，根本船看不到他们。渔民讲，就算是国家水利，也定定有呛水客熊熊就走出来，要闪也闪袂赴。琉球区渔会讲，应该伫咧大福渔港、三福、美林洞、灵溪洞、花干礁等五个所在，为自由畅水的列区，保障游客的安全加渔民的权益。为避免发生安全性的碰撞问题及保障渔民作业的权益，我们的渔会的立场是赞同海委会来限制适当的。台湾自由畅水发展协会认为，无论是去算或者是去训练，拢一定要全普及。查畅水标普标，若拄到船才能主动警告。相关单位2月开会讨论限制小琉球自由畅水的区域。我们也期待主管机关可以秉持着这个原则开放、例外管理的精神来深入的探讨自由潜水的管理方案。
自由畅水甲准航行的范围相态情形，观光甲渔民的生活要安怎两边拢顾会到？主管机关爱赶紧想办法，渔民希望相关的管理办法爱赶紧出来，若无每一遍出海拢是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关心天气哦，今仔明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温度落下凉冷，大台北山区佮有东北部地区会落雨。咱来看温度，今仔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受较冷，温度大约只有19度到22度。你是北部佮东部温度是22度到25度，中南部地区哦温度会上悬，嘛是佮有29度、30度。因为这波的东北季风的空气较干燥，雨水无遐尼济。今仔哦，干那大台北山区佮有东北部地区部分的所在会落雨。南部地区哦，因为有南平水汽的影响，所以嘛会落雨。拜三、拜四，东北季风就会淡薄减弱，水汽就会较少，气温会小可回升。北部应该就会看会到日头咯，也毋过早暗拢会较凉冷哦。第5到礼拜水汽又搁会增加，这方面的大台北佮有东北地区就会搁开始落雨咯。咱搁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天拢无超过4万例。指挥中心表示讲，最近疫情的高原期已经有转好的趋势，也毋过因为11月26就要投票咯。中选会是宣布讲，确诊者袂当去投票，引起真侪争议。也毋过，昨指挥中心表示讲，因长的研究，安怎要来开放无症状甲轻症的患者，毋免通报确诊，毋免隔离，所以应该就会当去投票咯。连续4天，国内本土病例数超过4万例。指挥中心表示，若果趋势不变，最近有希望脱离高原期。23增加35322例本土个案，中重症有179例，死亡有65例，其中一名是4个月查甫婴仔。10月初十，因为发烧到急诊 PCR 阳性确诊，断于5天等去处理了后，10月18发烧到40度2度就医。后续出现皮肤有代理就回抓、喘气困难、血压偏高，佮出现白血症。伫10月20过身。收住加护病房，使用广效型的抗生素治疗。不过很遗憾是在住院当中又合并了严重的休克，那经过积极的治疗，人没有办法恢复。离9合1大选的日子，咱来近确诊者敢会当提早该隔离出门投票，也加做外界关注的议题。除了锁定确诊者隔离的天数，指挥中心也佮探出新方向，可能修改通报定期，也就是只通报重症还是高风险个案，会当互更较侪人出来投票。那中选会当然目前他们的看法是技术上的困难。指挥中心如果说这一个隔离的天数有所改变的话，那当然中选会那边也会相对的去因应。那以目前的原则是这样，能够出门就可以投票。前疾管局长苏益仁认为，国内有99%以上的确诊者症状真轻。过去新冠肺炎封地为第5类，是因为对疫情无了解，中重症死亡人数多，甲无疫苗药物使用。即马边境已经解封，无过隔离入境者，时空背景已经无同。若讲确诊流感的人会当投票，就无应该用法令限制新冠确诊者。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国际货币基金 IMF 预测，今年台湾人平均的 GDP 大约是35510块的美金，应该会赢过日本甲韩国，真做是东亚的头名。也毋过学者嘛警告讲，因为台湾拢靠科技业，甲荷兰是真相像，荷业甲产的差距会愈来愈大，造成暗平化的消费，这毋是好现象。再来看联合报，劳动基金运用局伫11月初1会来公布劳动基金操作的绩效。也毋过因为最近国内外股市拢大落，预估9月底为止，劳动基金可能赔超过5000亿咯，这嘛是有史以来赔上济记录。再来看自由时报，过去的5天，围绕中间的厝计共有7891万户，有起65000户的新厝哦。平均一间老厝会当起超过8间的新厝，伫6都内底哦，台北市起上济。再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择，张浩山林、陈时中、蒋万安、黄珊珊拢去参加客家移民嘉年华，西人是无互动哦。
针对台北市政府举办的城市博览会，户外界质疑讲故意甲预算拆开，逃避监督，黄珊珊无回应。蒋万安是继续质疑讲疫苗采购的问题，但市长嘛爱蒋万安，既然知影采购的计数也当公布，唔免一直呛声。北市客家居民嘉年华活动现场，拿入白中榜市长郭文德、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国民党蒋万安、加民进党陈市长拢确定参加，也过3位候选人全程通报活动，将对北市议员这期台北城市博览会真实预算超过亿，是付刷拆分预算，依法审罚。黄珊珊回应，依法执行，无需要抓风向。台北市的预算都是可受公平，都是可以公开，而且有审计单位，所以这也不需要带风向。我们是依法编列预算，依法执行，所以知法玩法，请他拿出证据来。三箭工行继续主张防疫，蒋万安公布家己密写的 BNT 疫苗保密协议除外条款，讲突破对手陈市长的白话会，对手陈市长也提出3点积极反击，呼吁蒋万安知影安装改变就透过电视去做，唔免一直放话。他也看过某一家的价格，他一直说我挡了这疫苗，那我要问他说他会不会把这价格对外讲？他也可以讲啊，他如果觉得应该讲出来就讲出来嘛。对，然后第二个我再问他，第二个就是说那个价格可以买吗？陈时中胡说八道，权力法院有谁知道疫苗采购的价格？2/3都被李承松涂黑的资料，只有你知道价格，解密的钥匙都在政府手上。选战最后阶段，即摆也传出民众秘书长林金昌甲总统蔡英文设置文档，要认督要加入连赢竞选团队，但是就表示竞总是经济议题需要，邀请好朋友来协助，大家也拢真关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部的选战，国民党的台湾市长候选人谢龙介的竞选总部成立，那赢的马英九和各族顶人拢有去徛台，也毋过有接近执政党的成员受国民党的党旗来表示抗议。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是谴责基进党的行为是民主倒退路。抓到国民党的党旗摕来搭点火，警方看到赶紧冲去要抢旗啊，双方发生冲突，但旗啊已经烧起来啊。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竞选总部22号暗时伫海岸路2段成立，那赢大众陆续出面相挺，这嘛引来认为马英九甲韩国瑜等人是导航派首脑的台湾基进党，直接伫会场附近烧国民党党旗抗议。当中国的专制入侵台湾的时候，台湾将不保，而中国国民党将是跟中国里应外合最大的这个投降派。为着阻挡烧旗，分局长手烧着伤，灭火了后，警方将人带到顶仔卡牙牌警告并赶离。副院长洪鼎立立即率警力持灭火器当场予以扑灭，并且依法举牌警告之后强制驱离。面对自家党旗红点火，23号透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陪同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参加践行活动的时阵，批评这是民主的倒退。基进党长期做民进党的侧翼打手，这也不是新闻。我觉得民进党培养这些侧翼打手，来造成台湾民主的倒退，真的是台湾民主的悲哀。基进党烧旗引发南亚不满甲争议，警方强调会保障所有合法集会的举行。对妨害合法集会的行为会依法处置。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台南报道。国际上要紧来看，目前全世界新冠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6亿2000万例了，死亡的人数嘛超过65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是增加35365例，目前已经超过700万例。日本超过2100万例，韩国嘛超过25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法国。美国已经超过9900万例，印度嘛超过4400万例，法国超过3600万例，英国嘛超过2300万例。再来看，目前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恐惊是愈战愈严重哦。罗西亚的军队发射飞弹去拍到乌克兰一间公寓，也毋过罗西亚嘛指控乌克兰使用有放射性的武器做攻击。俄罗斯第3向乌克兰控制尼古拉耶夫发射飞弹，甲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这方面是讲，应该俄罗斯14台无人机拍来。
Стенка между соседями лопнула. Можно даже там отверстие сделать. Вон, бачите, что с упором. Вот. Тут был магазин, его нету. Магазина. 俄羅斯也警告講，戰爭恐驚不受控制升級。尼古拉耶夫是一個烏克蘭南部城市哈爾松西北邊35公里。俄羅斯驚講烏克蘭的反攻，所以叫哈爾松立辦為備時，大家自己想辦法緊走。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講，擔心烏克蘭可能會使用垃圾彈。垃圾彈是一種放射性物質加常規炸藥結合的放射性武器，伊也加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通過電話，不過雙方攏無公布討論的內容。Розуміють, хто джерело усього брудного, що тільки можна уявити у цій війні. І якщо хтось і може застосувати ядерну зброю в нашій частині Європи, то це лише один суб'єкт. І цей суб'єкт якраз і наказав товаришу Шойгу кудись там телефонувати. 烏克蘭最近幾禮拜佇咧東北部加哈爾松的戰事攏有進展，因為俄羅斯是以飛彈加無人機攻擊烏克蘭的民間基礎設施，摧毀烏克蘭40%的電力系統。兩邊攏指控對方想要炸掉烏克蘭新卡霍夫卡水庫，若真正炸掉，烏克蘭南部將會做大水，包括哈爾松。另外有一台俄羅斯的軍機佇咧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市執行蘇凱30戰機試飛，摔來弄到一間名體了導火，有飛行員死亡。這是17烏克蘭南部伊爾斯克的蘇凱34戰機摔來了，最近一禮拜第2件蘇凱戰機的事故。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訪問澳洲，10月2日，甲澳洲的總理艾班尼斯發表共同宣言。除了關心氣候甲能源，嘛講到要加強合作，分享情報。日本自衛隊嘛會去澳洲共同演習甲訓練，望講當做伙來對付中國的軍事威脅。澳洲總理艾班尼斯甲來訪問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抱母尾銜，和記者翕相。當然，雙方會談的重點佇進行的高峰會，根據上星發表的正式宣言，日澳兩國合作的重點之一，佇氣候變遷甲清潔能源。日本有4成的進口天然氣來自澳洲，澳洲天然氣出口大客戶，日本是其中之一。為保障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航行安全甲自由開放，日澳兩國攏認為國防合作也是未當欠缺的一部分。安全保障防衛協定、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た連携、資源エネルギー分野での協力など、他利レオ未来日豪間の緊密な結びつきに掲げ。As part of our increased security partnership, we also welcome today the announcement that Japan's self-defence forces will train and exercise in Northern Australia with the 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日澳之間為2014年開始到密切的安保合作，兩國正式建立所謂的特別戰略友好關係。不過以前重點放在北韓飛彈問題甲反響，未來10年會轉向情報交換甲共同演訓，目標就是加強影響中國在印太的軍事擴張。公司新聞徐家仁報道。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氣品質是非常的落，民眾一出門攏感覺無法度喘氣。最近當地還有一個真重要的慶典，會放煙火來慶祝，民眾是真煩惱講空氣品質會閣愈歹。規個城市天頂攏茫茫，只敢若看到薄薄的柑仔色的日頭光照來。有名的地標印度門強要看袂到，紅布看起來也是茫茫霧霧。佇咧運動的人講，喘氣敢若有較無順。Pollution is increasing, so it's feeling difficult. 根據印度的官方顯示，德里地區空氣品質的指標，23早起也是佇咧正海頂級。主要污染物是懸浮微粒 PM10， 濃度甚至到危險等級，規座城市能見度正歹。外國媒體報道，可能甲北邊有人佇咧燒農產廢棄物，因向南邊走到首都，也有人擔心拜登這就要到啊，到時會放煙火，空氣品質會更較歹。इसमें तो दम घुटता है अभी एक 2-4 दिन बाद तो और ज़्यादा हो जाएगा दिवाली आ गई तो हालत खराब हो जाएंगी जो बच्चे भी स्कूल जाते हैं 德里人口差不多2000萬，是世界上空氣污染上嚴重的城市之一。在冬天，污染物的濃度超懸，因為冷空氣會將其他地區的污染物攏炸來。
为了要改善这种情形，政府自2年前就颁布禁令，在咧庆典的期间禁止卖也不准放炮啊。盐谷业者讲，安尼生因会活不落去。सर 80% डाउन हो गए मार्केट कस्टमर ही नहीं है अब ये है कि 1500 में भी 500 बच जाए ये बहुत है खत्म काम हो गया पटाखा का कारोबार खत्म कर दिया 民众伫咧排定1点蜡烛是要赶走黑暗，是印度正重要的节日。当地政府讲，这片不准放炮的禁令，鼓励大家改点图钉来做代表，讲无放烟火是更加适合的庆祝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印度除了空气污染以外，嘛未少。这个月小连续发生严重的车祸。伫10月初，西部一台巴士火烧，造成12个人死亡，30个人受伤。另一半暝，伫印度的中部有游览车甲拖拉机烧落，至少造成15个人死亡，40个人受伤。天光了后的事故现场，会当看到游览车车头拢毁了了，头前几排的座位区为车体较侪灰，会当讲拢无完整的零件。佮看卖啊，道路的另外一边，烧弄的大卡车状况也真凄惨。चाय पानी नाश्ता करके निकले उधर ऊपर बॉर्डर पे जब चढ़े बॉर्डर से डाउन है उधर ही ड्राइवर बोल रहा ब्रेक फेल हो गया उसी में टक्कर मार के सब लोग को गिर गए बहुत भयानक हादसा था ऐसा हादसा हम लोगों ने कभी नहीं देखे लगभग 14-15 लोग बहुत अंदर दबे हुए थे और बेचारे दबे हुए थे कराह रहे थे दर्द से外电报道指出，事发时间大约是当地下晡暝啊，画面上会当看到事发地点是弯曲的山路，敢是甲车祸关系有关系，也需要进一步厘清。另外，伫美国新罕布夏州的基分，一只单引领飞行机步兵关系下落来，弄到一栋公寓了后爆炸着火。当地媒体消息指出，公寓内并无人伤亡，也毋过飞行机顶有一个人死亡。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甚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罗西亚拍乌克兰，嘛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网就指出讲，美国已经派出上强的空中打击部队101空降师去欧洲，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再来看英国首相特拉斯将领将40人就落台，像是后一任的首相。英国前首相强森今仔是宣布讲，为着党的团结，伊未选保守党的党主席。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宣布参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是保守党下议院的领袖莫丹特。再来看南韩大韩航空一台本地2023暗时伫菲律宾机场要降落的飞机哦，也毋过伫降落的时，飞机却冲出跑道哦，所以情况是真恐怖，飞机损害甲真严重，加在机顶173个人拢安全脱离，无人受伤。再来看中共20大会议结束了后，昨晚召开第20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政治局的常任委员。习近平是继续做第3任的总书记，其他6位常委有4个新人，拢是习近平的人。伊一手勒权的气势是非常的明显。General Secretary and other political bureau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s. 正式关门拍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出来。中共20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第20届一中全会选出7个新任的政治局常委，除了亲像外界有期3摆担任总书记习近平以外，也有王沪宁、赵乐际2个留任常委，另外4个新任的常委分别是李强、蔡奇、丁世祥甲李希。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依照中共的过去经验，排在习近平后边的李强有机会接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原本呼声真悬的废除派人马胡春华无接选，也让这一届名单林国是石家军大胜。我们要埋头苦干，担当作为，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习近平拍破文革以来惯例摕到3点钟，佮提拔家己人进入领导核心阶层，定调未来5年发展方向。好亲情也表示，习近平的第3任期权力会更加集中。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是中共史上头一个连做3任的总书记，外界正关心习近平对美中关系佮台海局势的主张。有学者是表示讲，习近平即届甲高官的第2代太子党拢排除清掉了，改用推动航空产业发展的宇宙邦。有学者嘛认为讲，习近平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未减弱，美中的关系嘛是佮同款会真紧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伫中共20代了后，正做中共史上第一位3连败党总书记，甲国家主席。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也顺势换会。长期研究中国领导情形文化学者分析，习近平过去10年爱甲胡锦涛人马竞争，毋过经过长年来栽培，即摆因讲是摆脱太子党，转移力推的航空发展的宇宙邦为主。未来将会怎么样？我觉得未来是他自己下面的人可能要分裂。成为新的派系，技术官僚的2.0和国有企的 CEO 的权力迅速上升，而且呢，宇宙邦呢占据了中央和地方的很多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有2个人或者3个人呢进入了政治局委员。学者分析，航空发展较会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精神，而且习近平也改变过去解放军以陆战为主的模式，加入海战甲空战等部分的分装作战模式，对外关系顶悬，想要过来5年摕到更加大的掌控权。在未来习近平新的5年任期之内，他可能希望在台海议题上保持着他的一个主控权。最重要，我觉得当前还是反独促统，尤其是要反对这个外部势力的一个介入跟干涉。台海议题已经成为一个最敏感、破坏性很强的一个潜在议题。学者认为，伫反独促统的大旗之下，因有其中共对台继续文攻武吓未减弱，尤其台海关系是美中关系当中真重要一部分。加上现今国台办主任刘继义无当选中央委员，全面换会之下，习近平一定找一个更加应管辖对台政策的官员，不只牵动两岸关系，更牵动一直紧张的美中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外国渔港伫台湾的台股，常常受到国际组织的批评。去年台湾已经有新的规定了，讲新打造的渔船、室外空间等等的设备，拢要合国际公约的人权标准。虽然渔船的成本至少会增加2成到3成，也毋过伫屏东已经有船头家带头做出头一只有合国际标准的渔船咯。咱做伙来看卖。门口望门宿舍有冷气，要互外籍渔工带搁较好。台湾去年移交国际是180渔业工作工约，就该国内造船法令所有新造船拢要符合是180人权标准。大风铺下去进行，所以这个空间我们以前大概可以睡10几20个，但我们现在就改成双人房跟4人房，然后他们的活动空间至少都1平方米以上。宿舍变大，也有独立餐厅空间。建原名88号是国内第一只隐形工业标准做出来小型远洋钓鱼船，想要展现照顾渔工的决心，其实船做成本也增加。因为我们的作业空间少很多，所以我们的补给、运班，然后还有一些人员的调配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这种成本是比较难以估算啊，所以至少说2成3成以上。新船造价6000多万，比旧船加2成，渔工用力数也减少到13人。生活空间大，也减少不足存放的空间，和营运成本因为补给时间短而增加。烦恼新船无符合成本效益，大部分的船主拢是先改造原来旧船。船员室的空间加大，床铺加大，然后对于说卫浴设备的改进，我们这一方面旧船也是非常多的人在做改造。台湾渔港台股过去常常引起人权组织注意，协会表示，大部分渔船拢是30年以上老船，设备改造确实有限。按过船主依关在饮食生活照顾等生态渔港，希望改变外界错误印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各地有真侪老人活动中心哦，大部分的学生拢是阿婶甲阿嬷，或者阿公甲阿伯哦。屏东的老人还是示范中心哦，为着要请查甫的长辈来参加，最近是开目工课，嘛请来一寡少年的对目工有兴趣的老大人，佮有一寡中年人来学，要来培养第2专长。
桌顶有真侪项插头的商品，功夫拢真有路。最近，屏东的嘉陵学习示范中心开木工的课程，要互时代来参加。来的人真侪拢是男性，有人来遮做研究，有人是认真要做师，也有人讲自少年就真有兴趣，可惜是无时间，佮无才调。即马有课程会使参加，时代是真欢喜。希望说来这边学习一些东西，结果来看的时候，老师非常给我们有丰富的一些工艺的技巧，让我们在实际在学习之后，可以做在我们生活上的很实用。因为我对这个木工这个区块很有兴趣，那早期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没有办法接触这个区块，因为第一个它工具太多，然后你要自己去买工具，要花很多的钱。然后现在刚好有这个课程呢，我很喜欢。主办单位最近开课予时代来学工艺，不过因为手工、插花等等的课开较济，查某学生的比例就比查甫搁较济。这届是为着鼓励查甫人来这上课，就推出木工的课，也有影增加男性的参加意愿。是希望说，经由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帮助那些中高龄的，他可以有一个记忆，然后呢，在之后，比如说在文创市集，或者是说在一些活动里面，然后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的成品，可以让他有在就业的一个机会。透过8个礼拜的木工课程，希望学员会使愈做愈熟手，做到出师，甚至做出会使卖作品，互因也会使做外路加趁钱，培养出另外一款专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东所银影真出名，在地有少年农民就以银影的传说故事，甲在地土窑设计出予游客会当来体验的活动。伊嘛用传统古早的工艺做出一只铃，对推广银影的产业是真用心哦。咱做回来了解。寒人都要到啊，好肉是食补真食用着的食材。台南东山的龙井寒肉是真出名。用肥皂这种古法烘龙井的方式，更加是在地重要的地景资产。在地青年农民林小峰为着要推广龙井甲肥皂的文化，伊甲龙井甲民间故事结合，加做主题，规划一个合作龙井勇者传说的活动。当初就是在民间故事里面，就是有一个恶龙，然后跟一个勇者叫桂圆的人，用这两个意象来跟这一次的活动做结合。那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糊一只恶龙的意象，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土窑地景里面做一个呈现。为了呈现这个活动的主角恶灵的意象，团队办工作坊，邀请古早工艺陈文岩老师来指导学员。因先用铁线把灵的骨架做出来，利用传统的古纸把灵的形体豆豆捏出来。因要用趣味的故事，带大家做伙了解龙井产业的生态。龙岩产业它是一个几百年来的产业，但是大家只会吃龙眼干，但是不知道，甚至还不会分辨，所以我们就想，那就把这种传统的龙眼产业用新的风貌吸引大家走进它的产地去认识它。对，就是刚好把传统工艺跟地景做结合，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活动。团队表示，目前恶灵整体结构已经完成，接下来会测试甲收尾，而且会伫南溪里土窑巷的肥皂寮举办实体游戏的活动，希望带领民众做伙体验肥皂的文化，嘛支持咱台湾在地龙井产业。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要伫云林举办，为着让早来培训选手甲奖牌留伫云林，斗南高中今年就成立射击队，佮说专业的训练师是真用心要来培训选手。瞄准细细张的靶纸，弹甲准，看这热情的屈势，遮尔专业，因拢是云林县斗南高中射击队的队员。没有比较好的感觉，我就会有点小挫折，然后不知道怎么办。但是都会有人给我建议，然后建议我朝着某一些方面去尝试。这个靶场设计得很精心、很用心。再来，我们成立之后的有一些装备还没有完全到位，那总会也很支持我们。支持我们一些枪支，那有一些国家教练也很照顾我们，会先给我们借我们一些装备。为着要让射击运动的人才在地发展，斗南高中伫咧今年成立射击队，唔有专业的教练咧指导，学校嘛打造县内唯一的射击训练室，就是希望用上好的资源培训出上好的选手。今年或明年的
的这个小朋友里面挑几个来训练，然后14年可以去跟那个对。我们云林县的子弟就留在家乡，然后继续为我们云林县争光。也因为2025年，云林县阁要接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射击队的教练嘛希望量早培训优秀的选手，并且要将射击的奖牌留点云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金钟奖台湾歌戏受到真侪肯定，演员陈阿兰诺以嘉庆君由台湾，才做头一个摕到男主角奖的女性。唐美云的面薄客栈摕到戏剧节目的创新奖。得奖的是陈雅兰，嘉庆君由台湾，恭喜！歌戏小生陈阿兰以嘉庆君这个角色，正做台湾历史上头一个摕到金钟男主角奖的女性。嫁给我好，我娶你。伫庆功宴请男性的西米露展出皇帝架势，陈阿兰以家己做咧鼓励演员继续拍拼做家己，因为无虾米代志是无可能的。获得这个史无前例，可以说开创历史的一个奖项。那我觉得全世界都没有人这么做。那我们台湾走在时代的前端。这在台湾以及世界来说都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它代表我们娱乐产业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性别框架终于被撼动。歌戏伫今年的金钟奖，除了创下这个历史，结合歌戏甲音乐剧的《名博客栈》嘛得到戏剧节目创新奖。《名博客栈》用情景喜剧的形式加现代剧本，邀请不同背景的演员、歌手来演出，互歌戏毋若是古早的传统戏剧，嘛是会使面向市场的大众作品。我用台湾最接地气的歌仔戏告诉大家，歌仔戏伊袂浓哦，歌仔戏很时尚，欢迎更多年轻人走入歌仔戏的世界。这个歌戏演员想要用因的热情，互大家知影，歌戏毋但会当伫戏棚卡搬，嘛会当伫金钟奖的台顶接受大家拍声。我爱台湾，我爱粉丝，我爱你们，我爱歌仔戏，谢谢。记者林书豪、张学水台北报道。台北市大龙帮的保安局逐当拢会办保生大地圣诞放火狮，这个传统的民俗拢保存了真好。台北市政府即马嘛已经认证，真做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咯。为台北市文化局长李丽珠的手接过证书，大龙帮保安局和市政府认证做台北市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因为因逐年举办保生大地圣诞庆典。我们一直战战兢兢的，希望把这个重要的民俗把它传承下来。如果我们保安宫没有传承的话，刚刚这个局长也是讲，要到哪里去演出嘉兴戏到哪里去放活尸。旧历3月14，保生大地圣诞前一天，保安局会举办采假活动，暗时会放火狮，过当天用古法三献礼加过火的仪式替保生大地祝寿。为1994年开始扩大举办，成做保生文化节，嘛甲原本在地居民请的24戏，转变做邀请各戏曲团体表演的舞台。台北市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城市，当然我们需要101，我们需要总统府，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软体，我们需要的是像保安宫这样的文化祭。文资审议委员李丰波表示，保安局举办文化节，让传统艺术文化有机会表现传承落来，因为安尼肯定保安局。文化局表示，12月会伫北配寮举办无形文化资产的展览，欢迎民众做伙来体验台北文化的水。记者林书豪、张学水台北报道。再来看嘉义县的三排堂，正积极推动布袋戏哦，唔但办展览，阁有做戏红仔。有一寡收藏布袋戏红仔的民众，拢会去拜托因来斗修理红仔。有人就讲哦，这亲像是一间红仔的病院。就是他这里的东西太重，然后他会一直把它往后拉到最后，这里就拉不回去。详细检查红仔的状况，三排堂的造型师知影红仔的问题了后，就要一项一项来处理。伊讲红仔较侪拢是造型的问题，其中头鬃上歹处理。这个头发是一撮一撮烫的，对啊，我不可能整片烫完，就是整片
就是怎么讲，我不可能烫得很快啦，对啊，因为你还要去塑形嘛，然后你还要去抓角度，然后恢复它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会比较耗时间。整个维修之后的气色啊，或者是拍照出来的神情，会比之前更好看。就不小心把它弄断了，断成2节，然后想说完蛋了啊，然后带过来就修好了。三脉堂表示，红仔的造型拢是手工打造，时间一久，加减会有坏去的情况。需要修理红仔的民众，拢是支持布袋戏文化的人，所以才会替大家修理。今嘛颠倒正做三脉堂另外一项正重要的工作。所有的人对他们的艺术，对他们的那种对偶的喜爱跟艺术那种热忱，每一个人都说他们的技术很好，对偶也非常的真爱。咱台湾各县市这的粉丝有收藏红仔，因为红仔出问题了，就是拢直接红仔歹咧，开车就是撞来家己表演艺术中心找阮帮伊修理，所以阮这已经是台湾唯一的布袋戏红仔病院。团主指出，台湾布袋戏市场大约有100万人口，这戏迷收藏的红仔有60万身左右。修理红仔虽然互因有机会熟悉真侪人，但是因更较希望会当教民众学会晓这个功夫，替台湾布袋戏文化的发展打好基础。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国际新闻，再来看罗西亚开战了后，会当讲是每一个乌克兰的家庭，至少拢有一个人上战场保卫国家。有的是翁仔某做伙，有的是规家伙仔拢上战场。但倒是伫罗西亚，有真侪民众无认同战争，所以是规家伙仔搬去国外生活。乌克兰南部的炮兵单位有一对翁某，先生多尔戈普洛夫是小队长，太太泰提安娜是急救人员，两人为见面熟悉，迄一天开始就斗阵做代志，到即马已经3年多。多尔戈普洛夫想起第一摆见到太太，伊讲迄是因第一擺約會。Суміснимо між собою, то можу так сказати, що перша наша зустріч, воно і була нашим першими побаченнями, тому що сподобались друг другу відразу. 國家大戰會也擋袂掉戀愛感覺。多爾戈普洛夫甲泰提安娜為熟悉迄一天，就編佇共一個小隊，鬥陣生活，鬥陣作戰。多爾戈普洛夫帶機動炮兵單位，若發現俄羅斯軍隊目標，就反制炮擊。因的車隊也變來變去，避免互俄羅斯無人機偵測到。在隨時可能死亡的戰亂的時陣，也捌想互太太離開前線。Але знає, якщо щось може случитися, то потрібна перша медична допомога. І якби я розумію, що він переживає, я за нього переживаю, але тут і медик треба. 戰爭讓這對翁某心閣較燒火，決定並肩作戰到最後一刻。在聖彼得堡開冊店的契諾索夫，在戰爭了後就帶太太囡仔飛到伊斯坦堡。半年過去啊，戰爭無停止的現象。為11歲查某囝的教育，伊甲太太決定在外鄉開一間小冊店過生活。В принципе, магазин камерный, небольшой, но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он будет долгая счастливая жизнь у него будет, надеюсь. Да, я думаю, так было бы классно. 烏戰爭以來，親像契諾索夫這種煩惱，互人定調去戰場，全家都到伊斯坦堡人未少。因為土耳其甲俄羅斯、烏克蘭兩國當時有真好的外交關係，對俄羅斯的人相對友善，也正做定期的好選項。公視新聞張淑芬報道。極端氣候造成的災難是愈來愈接，為了讓偏遠地區的病人會當伫第一時間受到治療，英國家電影《鋼鐵人》內底出現的飛行噴射裝備應用伫醫療頂頭。最近英國醫護人員就接受這種飛行設備的訓練，幫講會當來提供比醫療直升機愈較有效率的救援。穿噴射飛行衫伫咧天頂飛，英國嘅資深醫療組織。大北區空中救護服務的醫療人員，正伫咧英格蘭北部較好的坎布里亞山區進行9天嘅飛行衫操作訓練，希望以後伫咧天氣歹時陣，會當正緊就到偏遠地區的救援現場。
And it's a really key day to be able to do that in the difficult rain, wind conditions, because obviously in Cumbria it rains and it's windy a lot. So yeah, it went really well. 这款医护人员穿的喷射衫是英国航太科技公司动力工业所制作。这间公司自2017年开始研发喷射衫，这种上新的 3D 列印版的喷射衫，两只手拢有两个正细粒的喷射引链，牌仔顶头有一个。 伫咧飞的时阵，上悬的时速会当到136公里，高度会当到3650公尺。不过为了安全是袂飞较紧，但是也是能比直升机更较紧到事发现场提供协助。You're not taking them to hospital. You're getting alongside them to sort out blood loss, a breathing problem, manage pain, and triage that patient. And our ability to get over any terrain in almost any weather and get alongside that casualty, often faster than a helicopter or on foot, that's turned out to be super valuable. It's a very stable piece of equipment, and you can counter it and manoeuvre it and manage it quite safely. 除了医疗救援，这间公司也甲军方的特种部队合作。今年9月，北伫纽约港，甲英国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责任进行海上的飞行测试。 And in those circumstances, it's all about moving those soldiers over any terrain within a few mile radius, within 15 seconds of notice, and putting them into a position where maybe they can set up an observation post, they can conduct raiding or sabotage, or in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they can actually get on board a ship to secure maybe a hostage situation, for instance. 台北区空中救护服务组织所穿的喷射衫，即马一束的价格是44万美金，换算台票是1411万。 希望以后喷射衫更加普及了，会当替偏远地区受伤的民众提供快速有效的救治服务。公司新闻金源庆编辑。来看美国的旧金山有一位总铺师伊开一间狗仔点心档，用天然的食材来做狗仔时蔬啊。另外，伫埃及嘛打破传统认为狗仔无清气的观念，即嘛是有愈来愈侪人的饲狗仔，佮有动物医生到厝看病服务。 正详细替宠物检查身体，小心若顾狗的健康，也替因收增加做美容。埃及这间动物病院替无闲的宠物的主人提供较好的服务，互工作无闲的主人免遐忝。 وجود فاتورك في مصر شايفاه مهم قوي بالنسبه لحد زيي بيشتغل كتير قوي وبيبقى بره البيت كتير فببقى محتاجه ان انا بطريقه سهله وسريعه يبقى في دكتور بيجي موثوق فيه. 这间动物病院是2019年成立，即马伫咧埃及、沙特阿拉伯甲阿联酋等3个国家，总共有400位兽医，有登记的宠物差不多38000只。执行长阿佐尼讲，埃及伫咧过去10年，因为传统观念改变，饲狗的人愈来愈多。 بس دايما عندنا عادي اللي بيربي كلب فوق الروف على السطح او في الجنينه او كده الناس بتتقبلها عادي مش مشكله عشان ده حراسه. لما نزلت الفتاوي ان الكلاب مش نكسه ولا حاجه وان هو المنطق يعني بيقول ان هو لو كلب اكل من طبق ولا حاجه نغسله، لو بني ادم اكل من نفس الطبق بنفس الطريقه اللي بياكل بيها الكلب من الطبق هنغسل الطبق اكيد. 今年所有市场数据公司有测，伫咧未来5年，宠物食品的市场会增加要到17%。2017年，宠物杂志有一篇报道讲，埃及是世界10大增加上紧的市场之一。埃及的学者讲，饲宠物，特别是含有品质的宠物，代表主人的在附加地位，也加大社会分化。这只狗伫咧食好料的，美国旧金山这间点心店是专门卖狗的点心。 有主人看到家己的狗食甲这么欢喜，敢若真好食，也想要食看卖咧。Organic chicken medallions. She hasn't tried those yet. We'll get those tonight for a snack. And then she tried one of the pastries that had chicken in it, and she really loved that. 这间狗的点心店头家也是总铺师，伊捌伫咧巴黎南大学院学过，是一位专业的总铺师。因为想要互伊饲的狗会当食到上健康的食物。 用上潮时新鲜的食材，做出专门给狗食的点心。It's where I was born. It's the city that I love, that I grew up in. All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are here, and maybe it's coincidence, but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more dogs than kids here kind of worked out in my favor, in our benefit, and quite frankly, the dogs' benefit. 2015年，马沙华开这间叫做“道格”的狗的点心店，并且开发出真侪好食佮健康的点心，用上天然的食材，做出上下狗食的食物。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
万圣节要到咯，就代表金龟要大出咯。咱要来看美国伊利诺州有一个种金龟种半世纪的农民哦，伊对旧年开始使用环保的方式来种金龟，是做正大的改变。咱做伙来看卖。美国伊利诺州的这片金龟田，比尔已经伫遮种金龟种47年啊。虽然这个金龟看起来敢若无啥物特别，但是比尔真骄傲的讲，伊伫旧年就开始用再生农业的方式来种植，所以伊的金龟会用个讲是全美国上界环保的金龟。Everybody's getting into the Environmental Act, and you just gotta change. And farming has changed so much in the 47 years that I've been farming. 比尔讲，伊过去伫种金龟的时，拢会一直用机器来翻土、犁田，但是即马干那伫春天要种植进前，翻一摆土就好，尽量莫去叮当着土内底的虫，佮有一寡营养的成分。同时，嘛会使将碳保存伫土内面，减少碳的排放量。另外，完全莫使用化学肥料，透过芳还是蝴蝶来帮助花会当授粉，增加果子的产量。总讲一句，再生农业就是尽量减少使用机器，也是化学肥料这人工的物件，让土地的品质保持伫会当自然种植的状态，袂一直受到迫害。You save burning all kinds of diesel fuel, which is rather expensive this year, and you don't lose soil to wind erosion. 事实上，即马伫美国，再生农业已经愈来愈受到欢迎。但是因为短期内农作物的产量会明显减少，所以若是要让农民愿意配合，需要一寡大型企业伫后壁斗支持。参像比尔所种的金龟，都是要互伊利诺州一间真大的食品公司 Libis 公司，毋但鼓励农民改用再生农业的种植方式，阁会派专家来甲因指导。另外，参像雀巢、百事可乐等等，几六间全球大型的食品饮料公司，即马嘛拢开始推动再生农业，希望透过改良农业的生产方式，会当好好保护土地、保护环境。记者甘延年编译。今仔明仔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哦，各地温度拢会较凉冷，也毋过大部分的所在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敢若大台北山区，阁有东北部地区部分所在会落雨，南部嘛有一寡所在哦嘛同款会落雨。做伙来关心今仔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华东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